一陣間我就會代表香港警方去泰國，一路鄭坤返嚟香港受審。我睇過馮志偉嘅 file，裏面資料足以證明鄭坤就係30年前失蹤嘅通緝犯嚟。鄭坤係你嘅人，你想我點做？你又覺得呢個資料值幾多錢？一個仙都唔值。你今次過到泰國，可以做返差人應該做嘅嘢。你認為我今次行動會失敗，拉唔到鄭坤？你知唔知鄭坤係咩人啊？你一啲都唔了解佢，你冇可能拉到佢。你今次過去，咪當佢去旅行咯。既然你咁講，我一陣間就去泰國做我差人應該做嘅嘢。王 Sir，唉，你今次啲料咧就唔係好值錢，不過你誠意值錢，我鍾意。我覺得呢啲咧係你應得。大家 stand by，落車緊，千祈唔好俾王 Sir 發現。Roger。现在埋伏万时啊，点回答。成當多謝多謝。啲錢咁辛苦賺翻嚟，你就咁燒，你唔覺得可惜咩？我早已經估到你唔係學文話嘅內鬼咁簡單，你究竟想點？我之前去過醫院，揾過你主診醫生，我跟進過你嘅病情，我知道你已經唔係好多時間剩。你覺得你咁做你值得咩？仲有幾多時間唔重要，我只係做我覺得應該做嘅嘢。睇下個火燒得幾靚。I'm from the Hong Kong police. I wish to see Mr. Jiang Quan.
呢隻係香港嚟嘅黃 Sir，我叫阿 Sam， 鄭坤嘅養子。你係坐 Thank you。功夫茶啱唔啱？好啊，唔該。阿爸其實都知黃 Sir 你會嚟㗎啦，不過佢今日有個好重要嘅會要開，所以叫我出嚟招呼住你先啫嘛。其實阿爸佢都好想即刻出嚟見你嘅，不過你知啦，佢喺泰國有大盤生意，影響力又好大，一有啲咩事上嚟呢，啲將軍啊、各位議員啊就會揾佢嚟商量嘅。阿爸係有頭有面嘅人，阿爸每一年都捐好多錢支持佢哋，幫佢哋，佢哋當正阿爸係神一樣。係啊，黃 Sir 你咁遠水路嚟泰國，唔知揾阿爸有咩事？我係奉咗香港警務處長嘅命令，帶鄭坤返香港協助調查一單案。係啊，你放心，阿爸好快過嚟。呢啲係極品大紅袍嚟嘅，係後生帶過嚟㗎。Thank you。如果你早日嚟，咪見到佢咯。佢都係尋日先走嘅啫嘛。我知啊。係咧，你哋香港人係咪好迷信？有冇聽過龍王呢個名啊？後生好信佢㗎，每次嚟到泰國，無論行程幾緊密，佢哋一定抽時間拜下佢。唔通真係咁靈？不如你都試下揾佢睇下咧。我比較信自己嘅。有時聽下都無妨嘅，或者對你有好處咧。阿爸嚟啦。鄭坤先生，我係香港警方派嚟嘅黃家輝督察。唔好意思，要黃 Sir 你等咁耐，坐。我哋香港警方揾到啲資料，懷疑同鄭生你有關。成件事我都知道晒啦，你冇見過我律師咩？佢同你講咗未啊？鄭生，我已經冇時間無了期咁等落去，我希望你可以同我合作。我都好明白你有你嘅難處，不過我都好奇怪，咩30年前嘅通緝犯，又話我買兇行刺後任警務處長，我都想即刻返香港搞清楚件事。咁啦，你俾多一日時間我，等我處理埋啲私人事務就跟你返去啦。咁麻煩晒你喎，鄭生。警民合作唔使咁客氣嘅。历来好多富豪商家、高官政要，山长水远的到这里来，就是为了问我一句话：人就是这样，都想知道一些未发生的事情，最後就搞得滿天神佛。咁何文華呢？我第一次見侯文華是5年前的3月6號，那天下了很大的雨。我覺得這個人很特別，眼神充滿自信，不像其他來求我的人那樣充滿焦慮和不安。咁佢有冇問你咩問題？他說他有一種很大的買賣，
那种交易会影响到他社团的命运。他问我结果会怎么样，我就对他说，这是他的第一步，在他的面前還有一條康莊大道。冇錯，由5年前開始，後文華條路的確行得好順。佢自頭由最初100幾人，發展到成為香港最大嘅社團。佢亦都做咗最後生嘅龍頭大佬。咁除咗第一次會面，你仲有邊次見佢會令龍王你嘅印象特別深刻呢？就是這個月的1號。咁佢問咗你咩？侯先生問龍王，30日之後，這個世界會變成什麼樣？咁你點同佢講？龍王說，他不會回答你的問題，因為你根本沒有機會看到那一天。龍王，我諗你今次估錯咗，我有信心，我一定會睇到5月1號嘅日出。